詩篇第66篇，全地都當向神歡呼，歌頌他名的榮耀，用讚美的言語將他的榮耀發明。當對神說：你的作為何等可畏！因你的大能，仇敵要投降你，全地要敬拜你，歌頌你，要歌頌你的名。你們來看神所行的，他向世人所作之事是可畏的。他將海變成歌地，眾民步行過河，我們在那裏因他歡喜。他用權能治理萬民，直到永遠。他的眼睛監察列邦，悖逆的人不可自高。萬民啊，你們當稱頌我們的神，使人得聽讚美他的聲音。他使我們的性命存活，也不叫我們的腳搖動。神啊，你曾試驗我們，熬煉我們，如熬煉銀子一樣。你使我們進入網羅，把重擔放在我們的身上。你使人坐居襲我們的頭，我們經過水火，你卻使我們到豐富之地。我要用燔祭進你的殿，向你還我的願，就是在急難時，我嘴唇所發的，口中所許的。我要把肥牛作燔祭，將公羊的香祭獻給你，又把公牛和山羊獻上。凡敬畏神的人，你們都來聽，我要述說他為我所行的事。我曾用口求告他，我的舌頭也稱他為高。我若心裏注重罪孽，主必不聽。但神實在聽見了，他側耳聽了我禱告的聲音。神是應當稱頌的，他並沒有推卻我的禱告，也沒有叫他的慈愛離開我。